妈咪，只有粥吃吗？对啊，桌上有橄榄菜和广和腐乳，你自己配着吃。天太热了，没买菜，好吧。冰箱还有豆豉鲮魚和幾片梅林火腿，火腿要不要給你煎一下？好，老婆，仲有冇粥啊？哎，你仔食晒啦。冰箱仲有罐太極八寶粥。哈，我也想吃凍的八寶粥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吃雪糕？我请你们吃。好，我要吃绿豆冰，我要绿舌头，我要五羊香芋味的甜筒。那我要一杯的那种，或者有小布丁吗？算了，8次方吧。你们谁想喝菠萝啤啊？啊，我们不能喝酒，菠萝啤不是酒吧？不知道，回我家玩蹦出跳跳棋吧。来，阿姨做了冻的椰汁马蹄千层糕，想不想吃？想吃。好，冰箱里还买了百富露，甜的，想喝自己去拿哈。好，小泽过来。妈咪，我还想跟他们玩一会儿。可以，你玩。过来，塞个毛巾，别吹着凉了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来喝口水。这是什么盖子？蒸馏水。我知道蒸馏水，我刚学过。喝吧，待会回去睡午觉哈。妈咪，我睡不着，好热啊。心靜自然涼啊。不行啊，風扇壞了，睡不着啊。好好好，你睡，媽媽給你扇扇子。啦啦啦耶！電腦、空調、冰箱、洗衣機、熱水器。